Hello，小姐，今日我想做個採訪嚟問你幾條問題嘅。咁首先咧，第一條問題就係想知道你今日嚟 K11呢個天台花園主要係嚟做啲乜嘢嘅咧？陪屋企人行下街，上路睇下行下咁樣咯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咁第二條咧就係想知道你大概會幾耐嚟一次呢度 K11嘅天台花園咧？幾個月我住得比較遠啊，因為幾個月嚟一次咁樣。哦，好啊。咁第三條咧就係、想知道你對呢個天台花園整體嘅設計，例如即係草地啊，同埋玻璃建築等嘅設計，你覺得整體嘅氛圍啊環境會點呢？幾得意，幾有設計感，特別係嗰個玻璃推門，我覺得香港好少見，好似係商場整啲咁嘅門，所以好新奇。但係我嗰度草地咧就比較細嘅，可以整翻大少少。哦，好清楚了解。咁第四條就係你會覺得呢度嘅休息地方充唔充足啊？嗯，雖然上嚟係純粹為咗睇海，但係我真係一張凳都冇，有啲勁，所以希望呢方面可以改善少少啦。好嘅，好嘅。咁最尾一條問題就係同商場其他地方比較，例如即係電梯，佢哋咪有個書架嘅咧，跟住同埋啲街頭塗鴉相比，呢度嘅藝術感會唔會有延續咧？你覺得天台花園有咩優勝嘅之處？會啊，K11有各式各樣藝術品，但係商場咧就好似參觀緊展覽咁樣。但係呢度天台花園嘅優勝之處嘅，優勝之處係咧，我覺得呢度可以當咗一個免費嘅休憩空間，咁就俾人休息下。哦，好啊，多謝晒。咁今日嘅採訪就完結㗎啦。感謝你。拜。你好啊，我呢度有幾條問題想問翻你。第一條咧就係、你今日嚟 K11呢個天台花園係主要係嚟做啲乜嘢嘅咧？我同我啲 friend 係行街順便嚟打下卡、影下相咁樣咯。咁啱呢度佢可以望到維幾有日落啊嘛，跟住商場人又太多咧，呢度可以放鬆一下咁樣。嗯，好啊。咁第二條咧就係、想知道你大概幾耐會嚟一次咧？第一次嚟定係呢度嘅常客嚟嘅？係邊度得知有呢個地方嘅？我都係聽朋友話呢度有個花園定唔知公園咁嘅嘢咧，就所以先嚟嘅，都係第一次嚟咁樣。哦，了解啦。咁第三條咧就係、你覺得呢個天台花園最吸引你嘅地方係咩嘢咧？我覺得呢度環境幾好啊，其實即係有好多植物啊，跟住咧你又可以望到個維港啊，吹下風咁樣都幾舒服嘅。商場太多人啊嘛。哦，原來如此。咁第四條咧就想問翻你對呢度嘅雕塑啊，即係彩色石頭嗰邊嘅雕塑感覺如何？中唔中意咧？同埋覺得佢哋同呢個環境適唔適配？都幾得意咁樣咯，幾有設計感啦，但係就冇特別留意去睇過，係啦。哦，好啊。咁最後尾呢條問題咧就係、假設如果可以改善下呢度嘅天台花園，你覺得最想加啲乜嘢或者改變啲乜嘢咧？我諗可以即係加個凳咁樣咯，即係等啲人可以喺度坐咗喺度望日落啊，食下嘢咁樣咧。如果唔係行完商場冇張凳好攰。哦，好啊。咁我呢幾條問題就問完啦，多謝晒你啊。你好啊，想做個訪問嘅，呢度有幾條問題想問翻你。第一條咧就係、想問下你今日喺呢個地方呢、個樓梯嗰度，主要係想做咩嘅？因為頭先行街行到有啲攰咁樣，見到呢邊都幾多人坐喺呢條樓梯上面啦，咁所以就過嚟坐咗坐咁樣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咁我哋第二條問題咧就係、想問翻你最常係邊個部分停留嘅咧？我呢度啊，係啊俾我揀，我會揀嗰排圓凳咯。但係嗰度成日都冇位啦，得嗰幾個位，又成日好多人坐喺嗰度，所以通常淨係可以坐樓梯度嘅。好了解嘅。咁第三條問題咧就係、
你覺得呢個地方最適合用嚟做啲咩嘢嘅咧？休息下嗰陣可以喺度望下隔離嗰啲藝術品、藝術設計咁咯。其實佢上面都 design 都幾唔錯下。呢個係的確嘅。咁好，去翻第4條問題啦。咁比起商場其他嘅休息地方啦，例如喺天海花園或者中庭嗰度，你覺得呢度比起其他休息地方最大嘅優點同埋缺點係咩嘢咧？呢度會近隔離啲鋪頭多啲嘅，咁通常行完就可以，即係我休息完啦就可以去行街，或者行完街都可以嚟休息下咁啦。咁比起其他即係商場其他地方，其實呢度多啲位坐啦，又有冷氣，喺呢度都唔錯嘅其實。好啊，清楚。咁最後尾一條問題啦，就係如果你可以揀1至2樣改善嘅地方，你最想改善係咩咧？我覺得佢首先要加翻個叉電位先，我覺得好重要啦呢個，同埋啲凳就有少少硬嘅時候坐得耐咗，咁可以加翻啲軟墊咁樣樣咯。OK，多謝晒你啊！就訪問就完畢嘅啦。